大家估下有 Kobe 簽名嘅籃球要幾多錢？係最後大家要記得去睇睇 Kobe 同埋佢個女 Gianna 嘅雕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laudia， 歡迎又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我哋又去睇 NBA 啦。呢次我哋會坐超級前嘅位置。影片後面我會講解點樣去買啲平啲嘅飛。睇波之前我哋就會食啲嘢。我哋就嚟到唐人街附近，會食一間喺 LA 好出名嘅越南餐廳。雖然呢度嘅停車場睇落去好恐怖，但係之前我都嚟過好多次，都冇事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嚟呢度食嘢。餐廳裏面就比較簡陋，一入到個門口呢，就會見到個水池。之前水裏面係會有啲硬幣㗎，但係依家就冇晒啦。餐廳裏面都唔算好大，今日係星期四嘅下午5點，所以店裏面都冇太多人。而家所有嘢都加晒價，以前10蚊都唔使嘅一碗越南粉，依家竟然要19蚊啦，加價幾乎1倍。咁最好啦，嗱，佢隻碗嚟。我以為我得3個，原來呢度切開咁大個有6個。係咯。上次嚟呢間餐廳已經係幾年前，係疫情之前。越南粉嘅味道就冇點變過，一樣都係好正宗咁好食。佢哋嗰啲辣椒醬真係超級好食，又辣又香。越南春卷係必點嘅，份量大又好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啱啱我哋停好車，而家就行過去睇球賽啦。喺球場附近都會有好多路邊攤檔，會有賣球衣同埋紀念品等等。隔離個攤檔就有7球衣賣，當然路邊攤檔一定係唔係正版。我哋就睇咗幾個路邊攤檔，球衣嘅價錢大概係40蚊至60蚊。球場門外都會有好多湖人球星嘅雕像，所以一定要早啲嚟影相。呢一次門口就有送手繩，之前都有送過帽，唔係每一次比賽都會有紀念品送，真係要睇下你好唔好彩。而家我哋就排隊入去個商店，睇下有咩買先。排咗隊10分鐘就入到去啦，有好多 banner 賣，大家估下有 Kobe 簽名嘅籃球要幾多錢？係24,995蚊。隔籬都有好多唔同球星嘅簽名。哇！你真係成好嘅喎。我發現呢度全部睇波衫嘅都係男士們啊！150蚊買一件衫咁上，冇厘頭啦！金錢啲味道，1200蚊買件衫嚟，我哋就坐咗107區嘅 Row H 位置嘅第9排嘅座位。
多啲6000呢啲打後嗰啲唔係啊嘛，咁啊600幾蚊好似幾好啊！我哋坐嘅位置左面就係電視台記者工作嘅地方，而家先有留意到熒幕下面都係有熒幕㗎。Jackson Hayes with 10 points. Austin Reeves. 好多人睇完波都會喺外面影相。最後大家要記得去睇睇 Kobe 同埋佢個女 Gianna 嘅雕像。
最後我會講解一下點樣去買呢個門票。Ticketmaster 同埋 StubHub 都係最常用嘅網站，可以對比兩個網站嘅票價嚟買飛。我通常都會喺比賽前1至2日去買飛，咁樣係會最平嘅。另外，我通常都會先睇籃球架附近嘅位置，嗰度啲位置通常都係比較平。呢個影片上面我哋就係坐 Row H 嘅位置，其實嗰個位置都要好清楚咁樣睇到球賽，只有少部分嘅位置係睇唔清。Row H 係要369蚊，前一排嘅 Row G 竟然需要738蚊，所以 Row H 真係好平，好值得買。當然位置越前係越貴，例如 Row B 要830蚊，球場中間嘅位置係更加貴，有899蚊，甚至係1469蚊，仲要1291蚊不等。然後再睇一睇球員通道嘅位置，價錢都唔會係平嘅。如果你好彩嘅話，坐喺嗰啲位置係有機會握到手，或者攞到簽名。贏咗嘅話，心情好大機會都會握到手。不過如果輸咗就好難講啦。如果你睇到呢一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我哋又睇下中層嘅位置，我之前都有坐過呢啲位置，350蚊左右都可以睇得好清楚。最高啲嘅位置更加平，269蚊。咁我哋再睇翻 H 嘅位置，其實一般我見到 under 400蚊嘅話，我都會考慮去買門票去睇球賽。之前呢個位置我都見過290蚊。希望呢條影片能夠幫大家更加了解點樣去買湖人嘅門票，同埋點樣去揀位。